是音乐的到嘞。One, two, three, go! Happy birthday！ 啊哈哈嘿嘿嘿！我祝你食到2350岁。那头地道目屎加走到走无味老公公保庇哟，保庇你万事如意，万年富贵 Happy birthday！ 今日是有人生日哦。 唔是生日啦，唔是生日。今仔日吼，咱现场来一位超级大来宾。甲一条歌有关系？敢有关系？哎呦，若看到伊吼，袂输敢若咧过生日。每一天拢在过生日。这么欢喜，这条歌嘛是伊唱的。伊拄啊好嘛是今日的导览先生的领队欢迎刚刚，欢迎！帅！哇！大来宾，超级大来宾！大家好，我是康康，今仔真欢喜来参加这个节目。今仔啦要介绍的是讲什么人的这个距离上介远。讲到这个远距离吼，我甲阮太太的距离上介远，因为阮太太伊住杭州。 我住台湾，安尼距离足远的嘛，而且吼，毋是讲迄个所在距离远尔，阮的年纪距离嘛足远，我加伊18岁呢，对无？我要介绍这吼，今仔这叫东影，东影吼，就是足远的所在。迄个时阵这边吼，阿公抽到这个东影吼，就害了，就是讲要为国捐躯啊，因为迄个时阵哦。 迄个两岸的关系阁足紧张的啦，抽到这东影时，哦，足侪人甲你共款要做兵的，一抽东影，大家拢甲伊拍扑啊来，啊，我抽到的时候，东影，啊，阮母啊嘛无哭呢，嘛无分呢。我想讲，可能我毋是伊亲生啦，啊，无伊哪讲我抽到这拢无分呢，因为毋是我抽到的，是阮表兄抽到。哦，是安尼。好佳哉啦！啊，今仔要介绍这个吼。 就是咱东影内底的老大的，吼，伊名就足惊人啊！伊名叫做小贺，表示伊的大足在的，而且吼，伊今年已经67岁哦，67岁，啊然后吼，伊搁咧逐工拢咧走迄500障碍赛，500障碍啊！哦，吼，你看你带出来67岁哦，你敢下看拢无成。 足千66岁尔，安尼够有差。东影吼，上届用的这个马拉选手，吼，就是咱的上用的东影阿公叫小贺，拍婆啊！来自我介绍一下，你好，我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影的叫小贺，靠北第一名，东影上届赢啊，叫小贺，欢迎康哥叫小贺，哇！ 康哥罕行呢，你若一来就讲什么第一名啦？你讲话呢？无啦，伊迄东影哦，伊先靠北，最靠北边的靠北第一名。哦，台湾最靠北的地方。对啊，靠北。所以是靠北第一名。靠北第一名。对啊。无唔对啦，这无唔对。上我北边，这是真的嘛？我北边的，上我北边，所以靠北。北纬差不多几度？26度。哦，这悬哦。对啊。 这个度数是生产白酒的上好的度数。白酒高粱酒。所以迄面拢金门，啊，咱这嘛是。阮东影的层高比金门较。哦。今仔有汤啉，今仔有汤啉，有早来。你拄则你讲你遐叫东影。东影。啊，拄则讲到东影。因为我听人讲是讲。 印出来嘛，印出来，你家印出来，无人讲你印出来嘛。啊，不过伊也是念个地名，可能是另外一个念法，咱唔知影啦。伊这是海浪的迄个影，对。其实东影伊
起初伊就是海影，迄个影海浪，哇！咱海面上看的是叫做浪，对，系对。哦，有白泡的，啊，伫水面骹叫做影，嘿，哦，啊，东影是安尼啦，哦，啊，国军来了呢，甲即个影呢改做接影迄个影。哦，就是咱康哥讲的咧，哦，你迄个影吼，来，阮慢慢来开讲，我先请大家食物件啦，吼，来。哇，你未开始，未开始，你即摆就要乌西啊？无啦，无要乌西啦。哎呦，因为我要开演唱会啊啦，有来看演唱会，拢会当食咱即个巧克力啦。安尼就好咧。巧克力咧。你看我今仔日的造型啦，安那我今仔造型就是《阿甘正传》内底的阿甘有无？你有印象无？来了，讲互恁。伊遐坐咧公车站。来，有啊。啊，对。5月27高雄啦，流行中心吼。啊，6月初3台北流行中心，我出道25年，百味人生百变康。巡回演唱会，好无？啊，你看，这就是讲人生哪像巧克力共款，你要摕着对一种口味的拢无共。啊，你食的就侪甜的。唔是啊，我拄则食乌鸡，这有够苦的。讲的这是95派的。我是讲啊，苦滴滴啦。这就是人生啊。我就咧苦。人生哦，就有酸甜苦辣嘛，啊，佮有这个喜怒哀乐嘛，生老病死这种必经的过程啦。莫怪一出来想食巧克力，我本来食这甜的加偌好咧。无要紧，先苦后甘啦。拢会当。嘿啦，拢会当。水哦。啊，希望大家来支持一下，各位支持百味人生，谢谢，哇，赞！啊，今仔日这上靠北啦。对，郭小慧老师。啊，刷来咧。第2位导览先生，演领队是谁呢？黄湘婷，欢迎湘婷。大家好，我是世界拍拍照的湘婷。我单单听因讲，因遐少歹去的爱开14点钟，我感觉阮遮哦搁较厉害，爱开13档咧。啊，一天是24点钟啦，啊，一档就是8760点钟啦，啊，13档吼就是113880点钟啦。哎呦！我顶个去的时阵哦，拢还要有白头章诶。我感觉会当去到南怀公路的人，一定是足好运的人。阮今仔日要介绍大家导览先生，已经全台湾大条路、小条路拢驶透透啊！伊讲每一个人一世人一定爱去过一摆南怀公路。我欢迎我心目中上界沿道的导览先生洪子涵。你好。杜德伟，因讲因叫小贺啦，啊，你甲因讲伊啥物名？我叫做南横小太阳洪子涵。啊，咱今仔日要去佗啊？我带你来南怀佚佗。南怀佚佗啊，南怀有啥物好耍的？我带你来看上水的天池、云海甲神木。啊，等下要安怎去呢？我赛车带你来。哎呦，赛得真稳哦，5、6、7。赞哦！嗨，湘婷。哎呦，湘婷，这届是第2摆来阮节目吼。嘿啊。恁师妹嘛，嘿，伊台语进步不哩啊济呢。伊台语本来就真好。伊台语本来就两讲的啊。我看到，讲莫搞讲的，莫搞讲的。对啊。高雄人。啊，主凡听讲过档的嘛，坐你的车。六股迄个所在边仔有一个叫永林农场，嘿，啊，阮伫遐服务10几档啊，啊，永林农场就是迄个果冻过档的因产业。所以好像1年聚会安尼，连续3年到4年拢安尼服务。拢你个，对。啊，伊这部敢有摕足济？私底下讲，这私底下啊，是安那讲去到遐爱13档。看我你讲的啊，你讲13档，你袂当我袂讲啊。我知影迄有登去啊，因为这个风台啊。因为88风灾的关系，所以南横中断了13年，到现在到今嘛，伊搁咧修复当中。为什么这么慢？因为伊的迄条路足神奇的，伊起4档半，修理13档。啊，当初是因为
科技的关系，无法度像这荧幕灯就是看到就是蜘蛛人伊的修复工程就是安尼。因为当初是日本人伊用的时阵，没有考虑到这路况什么货，所以会当伊就要破过啊。但个即马你还去考虑到路况的问题，所以伊已经无吧。无度去学啊，所以就一直安尼修复。哦，嘿，到即马，伊是唯一台湾周休2日的迄个道路。因为伊每礼拜2、礼拜4是封路的，搁咧继续修复。哦，嘛先煞山顶遐动植物休困一下。哦，周休2日。敢袂使行别条路？目前还未。一定爱过哦。目前真正无。干那一条。目前顶。去个台东干那一条。对，因为伊过台东了以后，搁有足侪风景区，像咱有听过向阳。然后你到遐拢是足水的风景区，嘉明湖嘛是伫迄个所在。一世人一定爱去，一定要去一摆。去南华干那这条路。嘿是。啊，你为东影来台湾有几条路？阮来东影嘛是一条路。你来到台湾遮嘛一条路。嘿，因为东影这个，阮是靠船为生啦。一天呢一帮船尔。伊有2种，一种阮的术语，一个叫做先东后马。一个叫先马后东。哦。先东后马就先去东影。这迄到阮遐呢坐8点钟。你若坐到先马后东的，爱坐14点钟。14点钟为东影来到遮。是啊。但是我较想要知影是啥物原因，互你愿意开这14点钟来到阮节目，甲大家分享东影。最主要就是要甲东影这个好所在，来向大家分享。大家有机缘呢，会当去东影呢，行看看。对啊，而且伊毋若吼，这个所在吼最靠北，伊阁有一个最靠北的 7-Eleven。是哦。嘿，你拢叫做啥物？其实东影吼是伫外岛中是换第一间的小区，7-Eleven。因为伊是伫上北边，所以阮叫做北区。北区是最北区，最北的小区啦，北区啦。阮的加油站呢，叫做最靠北的加油站。就是这个最靠北的加油站。服务敢会无好？服务真好。真的，爱是爱给你讲靠北。无咱今摆来听这好笑的靠北。靠北就靠北好不好？欢迎叫小。你好，我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上靠北东影的叫小贺。那么今日呢，就是要带各位呢来熟悉一下东影。阮东影呢，伊一早期呢，伊是三粒岛呢所来形成的。像咱岛手边的这叫做西影岛，搁过来这呢叫东影岛，中有一粒小粒岛叫做中条岛。当时阮这个旧路呢，拢爱坐船口落过。伫民国75年，为着军事的需要，咱甲这三粒岛呢串联起来。所以东影即马变成一粒岛尔。咱开车用行就会当过啊。伊是离咱台湾上北边的一粒小岛，一粒小岛，所以我们又称为国之北疆，上靠北的所在。是安尼来。这粒岛呢，即马目前的居民呢，大概青铜系，其他拢是阿兵哥驻守的伫遐阿兵哥。所以东影呢，会使讲是台湾的目睭，因为伊有雷达。东影遮水，其实呢，伊要佚佗的所在呢，非常非常的多。继续呢，我就来分享咱这个东影的美丽风景。好，这是阮东影呢上大场的一个活动这叫做军事越野障碍赛就是阮东影的嘉年华会嘉年华会，伊每一年呢，伊会吸引上少到1400个选手来到东影。当然，办这个活动呢，拢是秒杀活动。为什么秒杀？最主要就是安怎？伊是结合军事，伫这个当中呢，有很多的障碍，像这个障碍叫做高攀瓦
哦，伊这个关度呢是咱人生上恐怖的关度，所以这个爬起来了，卡在上面下不来了。啊，卡在上面下不来软卡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现象会吸引足侪大细细的人，尤其是做过兵的人，他要去回味当时做兵的这个回味的对吧？哈，而且呢，这个活动伫办的当中呢，除了咱的政府机关啊，还有阮的当地百姓，另外这个军事单位，伊嘛是非常的配合。安怎配合法？伊会安排所谓的防护射击、暗时的射击啊，的训练啊，佮另外，假使民宿也无法人住的时阵呢，啊，他会提供军营，哦，互咱来住。困咧军营来睇，困咧军营，互你体会一下这边。折什么？折豆腐棉被，寄豆腐，寄豆腐啊，寄豆腐钱啊，当然即摆是袂要求甲安尼啦。你也参加这个越野障碍赛，你就可以游遍东引岛。哦，所以这是足吸引人的所在，是安尼啦。啊，好，咱这个经过这个500障碍赛来了呢，就是来到咱的中城门。啊，这个中城门呢是较早阮东引的门户。啊，出入拢是爱食，这会当可比是咱台湾总统府头前的广场。哇！啊，对面呢有一个做30-40年啊，比我较久的阿兵哥，伫遐还袂要听我，阮叫做东引阿英。我无听过阿英的。阿英哈，啊伊呢当然嘛是阮东引军民啊的精神象征，伊就是讲跟我来，啊，伊这个姿势啦，啊，对我来。啊，这就是阮的中城门啊！这个嘛是阮500障碍的起点，啊，就是遮啊。起点一只开始起跑了后呢，咱会经过中条港啊。这中条港呢是目前阮东引岛啊来到东引第一站看到的3字中条港，这3字，这是阮出入的大门户就对啊。哦，伫这个中条港的头前呢。有一只这大只的鱼啊！各位有一个，是只什么鱼？乌毛。乌毛。臭豆鱼。热带鱼无行啦吼，伊叫做梦幻石雕。哦，伊的鱼种共款拢无共款。伊这只呢是伫原产地伫日本。啊，日本呢，改叫做梦幻石雕。为什么叫梦幻石雕？因为伊的喙齿真利啦。像咱人的喙齿共款，所以你钓的当时呢，时常会脱钩，伊的牛力足重，哦，所以你唔知伊到底有偌大只，所以称为梦幻之鱼。伊这只鱼上特别的所在就是伊的鱼皮，伊的鱼皮呢，伊的胶原蛋白特别丰富，哦，食起来非常非常的 Q 弹。所以每一年的3-4月的时阵呢，就足侪游客呢会把它设为目标鱼。来到东引要钓这个鱼，也要享受这个钓鱼，也要车饼的迄个快感。看到这个梦幻石雕了后呢，咱会来到安东坑道。这个安东坑道呢是早期呢阿兵哥一个战备坑道，即马开放观光啊。伊的楼梯溪啦，伊这个斜度呢大概有30度左右啦。落起来拢总呢将近要1000克。内底的风景非常的迷人，所以这些游客呢，互阮一个称号叫做啥？目睭的天堂，因为风景太水，透早呢目睭拢袂低调。大家要看卖，为什么低调是？只有一个低调。是啊，巴肚枵啊。巴肚枵。因为这个坑道我拄则讲过，这是一个军事设施。早期东引。除了爱训练做工以外，有过一个名称叫做战地经营。这个战地经营就是啥物货呢？就是爱饲猪种菜。咱知影阿兵哥袂食过顿饭，对不对？这顿食了，食袂完，要安怎？拢倒掉，像即摆倒掉，拢拍算，拢倒咧海饲鱼啊。但是阮当时呢，有一个环保的概念，就是安怎？10个人饲一只猪，咱剩的这饭菜就会当来饲猪，1减2个，蒙拉减4块。所以有一个猪舍伫遮。咱经过这个
安东看到了后呢，会来到阮东涌上水的所在，就是东涌灯塔。哦，这东涌灯塔呢是东涌的最经典的一个所在。哦，有一个外号叫做东涌别庄。哦，想介绍呢，这个灯塔上顶头的这个所在，这个所在伊有一个帽檐伫咧。这个帽檐伊是有一个作用的，伊是咱为着要收雨水甲露水用的。你来到遮，咱讲一个，咱无井水啦，遮悬的所在啊，无井水，咱嘛是爱饮用水啊，以前佫无自来水，对不对？要安怎？就是用这个来新雨水。新雨水。伊为什么会叫做东涌别庄呢？伊最主要就是讲，当早期东涌的百姓所住的所在呢，拢是草寮啊，拢砍厝的，所以落雨的时阵拢爱渗水安尼。除了这个灯塔，伊是用砖仔角甲石板所建造而成的，所以伊会当作像别庄共迄个一般的。够水的哇！这就是东涌的日出日出。所以伫东涌要看日出呢，唔免走来台湾，阮东涌就当看而且非常的美丽。阮的日出佮嫌一般的日出无共款，伊是伫海面上直接跳下来。是。阮这个灯塔呢，嘛是东涌唯一的古迹。伊每年呢，就满120岁啊！拄则咱耗子有唱一条歌120岁伊每年就满所以7月初1，欢迎各位呢来下面过生日。哇！来到东涌呢，一定要去一个透早来遮看日出。这是美丽的所在。阮除了东涌灯塔以外，伊右边叫的油桶，伊嘛是灯塔的造型。伊个造型。另外，阮的粪扫桶，伊嘛是灯塔的造型。这就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啦。有一个特色。阮嘛是甲灯塔呢应用甲咱的这生活呢做一个结合。咱走到灯塔了后呢，咱就爱过西涌路。过西涌路。西涌呢，咱来看这北图有成啥物货无？一个蛇，一个菇，一个蛇。菇是看迄个顶头迄个龟壳啦。对，对不对？其实毋是伊是只壳鱼头前只是壳鱼头，有一个壳鱼目睭，有无？有。过来只前骹，鳄鱼。壳鱼肚。鳄鱼。这壳鱼真神奇。伫早期呢，这只壳鱼到半暝仔时阵会哭。会掉眼泪哦。靠可怜。受厝啦。因为迄个目睭呢是射口，就是咱正地迄个炮坑的对。后边叫半暝啊起来要放药，要安怎？好，袂到走到边所闪尿就有遐爬出来。爬出来就要上海啊、喂鱼啊。对面岸的画面看到。哎呦，这壳鱼那伫咧流目屎，说是安尼啦。对啦，这个所在呢，伫壳鱼头呢，阮叫做33据点，33号古店，33号古店。这个顶头呢是有上水的一个景色，伊是上西边的一个观察点甲收备点，顶面有一个树林炮，这相讲，这叫做机关炮。会当互咱游客呢去遐回味你无做过炮兵的，嘛会当去遐耍所以这个所在是足侪游客打卡拍照的好所在好所在。东涌除了遮以外呢，上山下海拢是好佚佗的所在东涌我就导览到遮欢迎各位有时间来到东涌卡溜。谢谢。佚佗啦。今仔若叫小好无来要叫咱开14点钟坐船，换咱真拼。你若讲真正去遐做兵你若放假放2天，其实嘛无效啦。拢咧坐船呢。对啊，你讲我会新竹做兵1天来回就足困难啊。迄个时阵佫无高铁呢。你也是为高雄坐去。到新店嘛爱坐3点钟，其实伫早期过东涌做兵的有无？过到遐就是调咧。你2年兵对毋对？伫中心
2个月，剩1年10个月，啊，你就是到当应到退伍，就袂都出去。唔捌出来，这是真的吗？你问对人啊！我有一个男朋友是伫东影做兵的，我拢希望伊莫转来。哪有人安尼希望的啦？但是伊若有放假吼，一定爱转来台湾，转来半工拢欢喜。对啊。因为伤无聊咧，伤无聊啊！伊甲我讲吼，头一间7-11吼开的时阵，就侪人去，啊一礼拜了后啊，门庭若市安尼，一礼拜了后，东影的人拢叫遐是小西门町。一间7-11就变小西门町伤无聊啊，对啊。啊，你敢有兵变？我有啊。哎呀，这样。一定是会兵变的啦，我系新竹的新竹兵变啦，新竹嘛用兵变。系啊，你入去偌久去用兵变？我拄啊入去，无入去了，我做兵啦，入去倒。做兵的时阵哦，女朋友佫足爱你的，差不多1年啦，就变心啊啦。以前都徛卫兵的时阵，啊无好好徛走去唱卡拉 OK 啦，真正的卡拉 OK。伊就讲7桌来宾上台演唱《一世情缘》，也许只有一个人，我多也许只有一个人互认的出现。我第2句，也许还有更多人，还有更多人，后边来4个。人是人因阿边哥嘛，最有礼貌的哦。同学同学，听我唱了哦，伊无讲我唱一半就甲抓走，但我拢唱了，然后伊甲大家拢起来，咱互伊抓伊的时阵哦，人的音控嘛最有礼貌的。来宾请掌声鼓励。哦，大家看我用抓去，佮拍无我拍到。讲着做兵拢讲袂完。对啊，老兵当年有。对。这念是咱继续讲。嘿，这是东影吼。对。咱要转来台湾啊。对。阮赢嘛。你赢哦。啊，你爱讲无？你做兵的时阵嘛是啊。你做兵。你用做兵哪来？你哪？得了嘛啦。伊迄个所在嘛，不一定咧做兵。系啊。这14点钟的，这7万外点钟的13年13档啊，13档。好，我来介绍一下，欢迎朱涵。大家好，我是南横小太阳洪朱涵。今仔为大家来介绍咱的南横公路、南怀公路吼。这条南怀公路吼，总长208公里，吼，多是台湾有4条横贯公路，吼，北怀、中怀、新中怀、跟南怀，吼。啊，今仔来介绍的就是咱南部的这条，啊，这条吼，伊起4档半，按个用13档去维修，吼。啊，伊上精华的所在就是讲封闭了13年，吼。啊，所以今仔我就带大家来看卖啊，吼。啊，伊经过台南市、台南。高雄、台东，吼，横跨3个那个县市管区，吼，咱即马随我来。哇！啊，咱即马吼，若来到吼六股，吼，地形吼，见到第一个景点的所在，这叫做18罗汉山，吼，啊有做一个传说的，六股嘛做一个传说的，这个地名嘛是安尼来的，因为拢讲18罗汉山下较早旧路，吼有6个崩坑，啊6个崩坑内底照着6只龟，啊边仔就老农溪嘛，啊老农溪哦。内底就6粒大粒的石头啊，拢做成旧的，所以6股的地名嘛是安尼穿凿附会安尼过来的。啊，因为88风灾了以后，迄个6只龟拢游去海内底呀，拢无去啊。吼，啊，咱遮6股啥物拢甲人有关系，咱有66大顺。吼，咱所以啥物拢牵拖做伙的时阵，所以就人嘛伫内底。人吼，即摆有6种人住伫遮，有本省、有外省，啊有客人，啊搁有迄个闽南人，啊搁原住民，啊搁即摆咧新住民。就拢用米来到就6种人种，66大顺就是安尼来，嘿。啊，咱即摆6股吼，咱遮佫有一个叫做宝来吼，宝来。啊，宝来吼，伊足济伊有温泉，啊，佫有即摆吼寒天的时阵吼，会当来遮赏梅，吼来遮赏梅吼，看迄个山头白白白，对，冬天赏梅吼，春天咱就是摘梅，吼，咱就是摘梅，所以吼。春天的时候，咱有做者梅子，好，咱梅子吼，今仔有准备一个梅子酱，梅仔酱，哎，特别有大家打上一个，有啦，都食了，无食着，我食着哦。这个梅仔吼，对，这个梅仔吼，就是阮全台湾的梅仔吼，7成拢对宝来来，吼，拢对宝来来。
吼，这就是咱这时阵用起来吼，生的，有淡薄仔炭烧味，真好乐。这个梅仔就会当创啥呢？伊会当互咱做汤，吼梅仔鸡入菜，嘛会当吼起来做茶啉吼酸梅汤，吼安尼，嘛会当冰内底嘛当做果酱，吼，看大家来食，滋味真正敢若好。康哥的标准哦，哎，真好，真好，救救啦！康哥，你迄是什么表情？你这是什么表情？好啦，你是不是95%？百味人生。讲你这伤酸吧？你莫看我巴肚大，就当作我有心呢。是。来，咱今麦佮继续跟介绍，咱宝来吼有经过一个温泉吼，宝来温泉。相信足侪人拢来过咱宝来洗过温泉，内底有大大小小20-30个吼温泉区，温泉别种，这是其中一个。这足适合吼惜家带小吼，就是洗老扶幼。规口早拢带出来，这是较轻松的路线。你若讲吼，较有挑战性的，这若是会当驶你的4轮的越野车吉普啊，也是底盘较悬的，会当驶半点外钟去到7K。这个伫10K，咱对7K来用不保练的行过，差不多该行2点外钟。因为咱宝来伊是碳酸氢钠泉，这是伊的结晶体。其实我逐个朋友去洗温泉的时阵，拢伫遐开玩笑，这是男性的象征。我有朋友洗2冬了以后，伊住伫遐洗2冬了洗双生啊，另外一个洗3胞胎。当然我嘛唔敢讲这是一定的，但是这是非官方的统计。就是迄条嘛。是。够成的咧。迄支，咱继续6句再搁上煞洗过时，会经过一个咱要另外一个景点会经过一个咱的高雄的最高学府。高雄的最高学府伫对，恁可能拢唔知，甲恁报告一下，就是这间国小。叫做宝山国小，为什么呢？因为海拔1300公尺。你若去遐闹，看到边仔闹囡仔，也是伫学校内底有看到囡仔，拢一定要去甲举手敬礼一下，因为每一个拢是全班全校的前10名，全班的前3名。因为有打电话去问过，全校11个学生啊，11个，对，所以遮嘛是算是特殊的所在。去这边对呢，因为去遮咱搁去恁2公里，咱去咱也是尘封已久的13年藤枝国家公园，登记国家公园。这个国家公园呢，伊伫2年前开放啊，因为13年的封园，因为路拢断了，因为伊放伊的所在拢是道路甲头前的所在，这个国家公园内底完全无啥物损害。即马修好了以后，开放了以后，伊有一个新闻会一个名叫做最苦命的国家公园，因为伊开2个月了以后，路又搁断去啊，路又搁断，一直到即马搁还未修理好，到即马搁未修理好。当个因为足侪人可以食青，所以嘛是继续开放，牛就继续开放。所以经过一段好汉坡，嘛是游园是叫天堂路，去了以后赶快目睭看天堂，脚敢行到叫要生死安尼地狱的感觉。所以你去了以后，你会当看到这像遮水的，内底有大量的红块。那个杉木，还有做这秋海棠，八成的台湾8成的秋海棠，拢伫遮拢看会到。这就是阮藤枝国家公园，有小溪头之称，欢迎大家来避暑。咱过来，咱有看到遮有啥物画面没？来，看卖啊，这是啥物画面？踏车啊，停车场。要去扫墓的看。清明节过。这个所在是阮今嘛南怀算一个特色的所在。安怎讲呢？南怀是唯一有周休2日的公路即嘛有维修。伊透早伊若礼拜2甲礼拜4是封园的。春的时间有开门。伊透早7点才要开门。下晡5点进前，你一定要离开这个山区，袂当罚钱。真的会罚钱哦。罚钱哦。对，会罚钱，因为惊危险。这就是阮的梅山口管制区。头前就是咧管，足侪人伊会伫遐露营，半暝就起伫遐咧露营，伫遐困车顶，就是伫遐咧等开门。敢若唱演唱会安尼，就是安尼种故事，这叫做梅山口管制站。这个所在若去了以后，就开始咱的南横8景之一，就是咱这个所在叫做快谷，快谷，伊全部为啥叫快谷？甲快木有关系嘛。神木，这是神木，唯一高雄你塞车。就会当看到神木伫路边的所在，南部顶有遮有尔。无需要行来行去。侬唔免行，嘛免流汗，你就塞车伫路边就好。这乌多摆嘛，直接徛在路边。这是我。你看这是木啊有长无？有悬无？另外一种贴心呢，伫遮有很多椅啊，咱会当伫遐啉咖啡、泡茶、食泡面、食巧克力，听百味人生，舒克林新的风向。我是见到你，我都讲别拍摄。这是咱的南横8景快木快谷。咱即摆搁刷来因为快谷这边算无向光无向阳，所以这边嘛无风，所以这边拢暗的。
啊树啊保留甲足水，啊一过来了以后，这边拢足光的，足光的吼，我拢定人客讲我带人客时阵，你即摆地，我即摆高雄，啊过偌久过隧道了以后，搁卡，啊你到倒，我到台东啊，1分钟会当互你到高雄到台东，就是这个隧道分水岭，啊这过来了以后，伊才有足济，伊才有3个登山步道，这也是其中一个登山步道，啊出来了以后，这个石头嘛著名的，叫做会打架的石头。会打架？为什么呢？会相拍石头啊？为什么？因为大家伫遐唱，哇，叫做会打架的石头。所以我有叫公路局加做几粒嘛，加做几粒嘛。啊，这海拔是咱南部野口吼车驶到上悬的所在，2722公尺。啊，这个是南横的野口上有名云海，云海。因为伊拄啊迄个所在吼，因为我拄讲啊，无山洞的，所以伊日头咧照的时阵，下晡的时阵吼，冷空气、热空气对流的时阵，迄个云。伊会伫遐对角，会起来，伊会伫遐对角，所以你若徛伫遐咧看的时阵，会足水的。嘿，我会记这赛车安尼经过，咱看了足水，啊，毋过就想要吐的，好9弯18拐，真的也是9弯。一直挖，啊，路搁足细条，即马嘛无开放游览车去，所以还是都是自小客车跟摩托车、脚踏车也不能去，也不能用跑步的、走路的都不行，因为伊有时间的限制。啊，当然南环风13冬啊，即马内底拢搁咧修复，搁咧用。所以我拢定讲诶，会当紧来行，紧来看看，来6股登记找阮佚佗，谢谢。你口才好到袂输咧卖药啊呢吼，对，够厉害。所以你敢有伫夜市啊卖过物件？我等下要来要去验证一下，互恁安尼讲了，做信心诶。无怪连过档诶，就指名要来你甲，互你看出来。就甲我讲呢。啊是讲嘿，啊除了这个梅啊，敢佫有其他好食啊？对吼。我袂记哩啊！你袂记哩？山啊！这只有伫台湾看会到尔，世界唯一的。全世界敢若台湾有哦，恁敢知影这啥？这就山啊！对，你敢知影这啥？这毋是山啊啦！这我知影啦。你知影啥？这应该是一个查某囡仔的名，叫做爱玉啦。爱玉啊，伊袂当讲爱玉哦，是爱玉吗？二牛，咱这无啥嘛，这夜市啊，这大家人嘛咧卖，哪有啥物货？你这张签啊，你也较客出来。台湾特有种呢。所以二牛佫叫鸡啊嘛，就是一粒鸡啊。所以我讲二牛是用洗出来，洗出来。台湾今仔嘛有准备洗二牛。这是天然的鸡啊，这是野生的二牛，野生的，野生的。所以咱食这二牛嘛，无一定爱淋柠檬嘛，一般外口拢搁淋柠檬。其实看起来口味爱食啥物？你惊生对，一般拢会使，拢会使。好嚼。你只要下味就会使。啊，你会发现咱野生的二牛吼，甲咱外口你卖无共的所在就是，伊较 Q， 伊的胶质较济，野生伊的胶质较济，比平地草、鸡草要倍以上。哦，所以这部分就是阮。你有种特殊的香味咧。是。无共，无共。加较10磅呢。有一种香味，较结实，但是唔嫩诶，唔是迄种假的用粉啊，假的坑伊就对啊，这阮坑假吗？有啊，你敢会想过古早人哪会发现这鸡啊会使安尼做？先人的智慧啊！古早有一个有无？一个查某囡仔，伊伫咧河边，踮啊咧洗衫，洗，向看一粒果实落来，迄粒果实踮啊摇，突然间边啊，伊遐水拢坚冻起来，是讲安那会安尼？所以甲迄粒，其他就慢落啊，等伊嘛是踮啊用，才发现讲是安尼。是安尼。到尾来讲，敢若会食一，佫袂歹食，伊就去卖。拄啊，迄个查某囡仔，伊叫做爱玉，叫二牛。后加这就变二牛。叫做爱玉是真正啦，二牛是真爱玉真正二牛写出来是二牛吼，二玉吗？无二牛是嘿，迄个二名二一个草，啊一个草，搁一个摇，那个摇水然后摇。其实咱足侪台语啊，伫念啊嫌国语讲的。完全是无共款，这个用字就对啦，用词。不过咱全世界，干咱台湾你食鸡啊，才食二牛。对，这我甲你讲，这你个市面上拢买有，人阮这边吼，野生的呢，这野生的呢。你我用这吼是你有钱嘛买袂到啊，而且吼你食看一摆减一摆。唔是我的演唱会，我甲你讲，我敢若这个名报出来，恁就惊死啊！
我这个名叫做夺命草，夺命草，你讲你即马提出来这个草，叫做夺命草。你居什么心？啊，我甲你讲，迄夺命草是伊的名，甲咱迄个叫小贺的名是是真惊人，但是吼，伊是咧救人的啦。啊，你看，咱这夺命酒，夺命草用来酒，这就是对咱的身体足好的。哎呦，无啦，伊叫夺命草，啊，伊来浸的酒，像咖喱嘛。来，你叫来。伊为什么叫夺命草呢？因为这个物件呢，这不是黑白边的叫蒲蓉。蒲蓉嘿，蒲蓉有分，阮这个生伫岩壁顶头，所以伊叫做海蒲蓉，因为伊毋是咱人工去甲灌溉，所以伊这个嫌咱普通的蒲蓉无共款的所在对，伊的根啊，伊的根较粗幼，因为伊一吸咧岩壁顶头，啊无风扫伊就连落啊。啊，为什么叫夺命草呢？汉方记载内底呢，伊是浸酒了后会当去风湿，去风湿，治风湿，就是安尼。所以阿平哥呢，过来当做。就泡这个酒呢，叫风湿酒。啊，这个物件，因为我拄则讲过，伊生伫岩壁顶头。你要办呢，非常非常困难，冒着生命的危险。对，所以讲，尾啊，阿平哥教阮当地百姓，该号这种名叫做夺命草。夺命草也由来就是安尼。你若要办，你就要注意你的性命。对，有可能就是。这皮开。就先老酒的味，老酒，迄是用煮米来润润的，这是直接用高粱酒。阮遐生产的高粱，来讲，拢袂寒呢。因为感觉气氛贵拢出来，无想要录影啊，无想要录，想要看演唱会，够幸福的哦。是啊，有心有心，对啊，这嘛是吼。安尼两边拢安尼，这是邮票的，真精彩，嘿，伊嘛有票。我是1号嘛，你1号。我为了甲登记第1号，投阮登记第1号，吼。是。到底是要投号？咱家己咧投呢。咱家己尔。咱家己尔。够歹，你两个 PK 啊？对啊。哦。到底是要投1号还是2号？1、2、3。啊，今仔日不爱算。哎呀，1号啦。你咧？我不爱算啦。那有迄个不爱算的我想要靠北甲上好耍的所在，我想要去。伊左右为难呐。左右为难，就百味人生的，够歹选择的啊！谢谢啦，谢谢。今仔日吼，帮你的这个演唱会吼，到演一个，到收听啊，到收听一个。其实吼，我感觉咱是台湾的朋友啦，不管是台北啊，还是高雄，拢真好。拢有会当看我的演唱会。你若讲真正，咱吼要请这个小贺哥哥过来遮支持我的演唱会，咱就是算讲票送伊就对啊。对伊个爱为坐14点钟过来，所以对吧？搁爱为东影过来，搁遐尔辛苦，所以咱真正爱惜福啦。咱伫台湾要看啥，要食啥呢？人因伫遐东影真正是真辛苦。咱会当的话，咱尽量拢飞过遐甲服务因。对啊，伊后一场演唱会就是伫咧东影，后一场演唱会伫咧南环。观众朋友，你若是介意咱的故事，你嘛是有故事啊，一定爱来海海大人小心讲，互大家听哦。啊，无管是要去东影，还是去南怀，拢爱去佚佗，享受咱的百味人生。